徐姐姐，祝你们幸福，干杯！来者何人？请。李太医，是舒姑娘呢？丽妃娘娘和师叔姑娘在永和宫喝酒呢。徐姐姐，你哭了。 我是感动的，睫毛好像刺到眼睛里了，没事。来，咱们继续喝。徐姐姐，你现在可以说出童霞的事儿了吧？不急，喝完这杯酒啊，姐姐再慢慢跟你聊。干杯！ 大师兄，朱哥哥，红梅，你没事吧？没。这酒你喝了没？他已经喝了，你来晚了。他已经喝下了我为他准备的美酒。看来你全都知道了。是。 我已经知道了，但是我还是不敢相信，除非你亲口告诉我。朱哥哥，本来义父让我不要说破的，但既然你已经对他下手了，那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环梅，我们这次在滇都的行动，可以说是九死一生。吴三桂在我们明珠谷安插了奸细，而这奸细就是六师傅。 还有倾城，徐姐姐，朱哥哥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是你拿走了童霞，上交给吴三桂了，是吗？不错。那你今天邀我过来赏月喝酒，是为了除掉我，对吗？王爷要我杀你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 所以我在酒里下了毒，把解药交出来。这是王爷秘制的绝命丹，没有解药。朱哥哥，不要！把解药交出来！我说过，这是绝命丹，没有解药。你心爱的女人，注定要死在你的面前。你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杀了我，替他报仇。徐姐姐，如果易欢有什么意外的话，不会放过你。能死在你手上，是我最美好的结局。大师兄。 小师妹，祝你们幸福。徐姐姐，徐姐姐，大师兄，这个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。
虽然晚了几天，这也是我的一片心意。里面有一封信，你看，就都明白了。当大雪倾城淹没来时的路，当天明还来不及淹没痛苦，倾城，倾城，选择躲在我的回忆里祝福，我却只能眼看着眼前起了雾。当大雪倾城淹没来时的路，当天明还来不及淹没痛苦。我雪家有70余口人，都命丧明军铁骑。今我与小弟2人幸免于难，被师父收养。师父带我入明珠谷时，将小弟送往了平西王府。换走通夏，在山西逃亡途中通风报信，都是我为保小弟性命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平西王要我杀了小师妹，我不忍下手，又不敢抗命。思来想去，唯一之法就是我来饮下毒酒，再由小师妹向康熙揭穿我乃吴三桂奸细之事。那么，我就不是抗命，而是身份败露，畏罪自杀，小弟的命方可保全。而我之死，还能换来康熙对小师妹进一步的宠幸，亦能激化康熙与吴三桂之矛盾，也算我对咱们过往情谊的一点小小的报答。倾城身世凄凉，但在明珠谷中一段岁月，是倾城此生最快乐的时光。能与大师兄相识相知，倾城不枉此生。你们大婚那一天，我是等不到了。替小师妹饮下这杯毒酒，就当是我提前喝你们的喜酒吧。倾城绝笔。没想到雪姐姐这么可怜，她对你爱得那么深，又那么卑微，临死才敢说出来。雪姐姐，雪姐姐，你醒了？你醒了，倾城。我死了吗？我这是在哪儿啊？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才没死呢，这是在你的永和宫啊！对不起，倾城，我不知道你有这么多苦衷。可我明明喝下了那杯毒酒啊！怎么回事啊？酒你是喝了，但是你没有喝毒酒。那杯毒酒啊，其实我刚来的时候，看到那个湖，跟宫里平时的湖长得不一样，我就开始怀疑了。我仔细一看，原来那个湖啊叫做鸳鸯湖，它的湖盖上镶着2块宝石，其中一块是绿的，有一块是红的，分别控制着湖里的2种酒，一个是有毒的，一个是没有毒的。当你按下红色的时候，那就是毒酒；当你按下绿色的时候，那就是没有毒的酒。其实啊，我也没有见过这种鸳鸯湖，不过我在六师傅的工具谱上见过这种草图，所以我一看是鸳鸯湖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原来你早就在怀疑我了。其实，早在童霞被调包的时候，我就怀疑过你，不过，只是一闪念而已。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不相信雪姐姐你是奸细。后来我们一起去山西寻访，每次有风吹草动的时候，刘德昭都会提前知晓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一定是我们的人暗中走漏了消息。但就算在那个时候，我也没有怀疑过你。直到今晚，你要我过来赏月喝酒。当我看到这个鸳鸯湖的时候，我心里什么都明白了。既然你
看到鸳鸯湖就知道酒里有毒，那当时为什么不揭穿我？因为我在等一个结果。什么结果？我想看一看，从小跟我一起长大、亲如姐妹的学姐姐你，忍不忍心下手？你我之间的情谊到底是真的，还是假的？当我看到你把没有毒的酒给了我，把有毒的酒给了你自己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们两个之间的情谊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小师妹，你可愿意原谅我？学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牺牲自己保全了我，我怎么可能怪你呢？可是，你把毒酒换了，我又没喝，那杯酒，那杯毒酒啊，我压根就没喝。可我明明看到你喝了呀！不信，看，看着啊。姐姐，酒呢？不是让你喝了吗？是吗？酒在这儿呢。哎，我明明看见你喝了呀。看吧，这是杯子对吧？嗯。杯子呢？哎，刚才还在你手里。你一定是藏起来了。哎，在你身上呢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一欢的武功跟暗器，样样学得杂而不精，唯独这轻功跟江湖杂耍之术，在我们所有人之上。薛姐姐，当师傅们给你安排进宫这一计划的时候，当你在苦练歌舞琴技的时候，我呢，就在明珠谷。跟那些杂耍师傅们练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江湖杂耍，所以我才会这些啊。不过，刚才为了能够在你房间里寻找铜匣，所以给你下了点迷药。对了，你的房间我已经找过了，没有找到铜匣。你是不是把铜匣交给六师傅，让他交给吴三桂了？不，我没有。吴三桂此人凶残狠毒。如果把铜匣给他，及其3把金钥匙，找到宝藏，那对我们老百姓来说，一定不是好事。谢谢你，倾城。大师兄，你可别这么说，我已经没有脸再面对你们了。小师妹，你不该救我，就像我信上所说，把我揭发给康熙，让我以死谢罪吧。别再说这样的傻话了。有什么困难，我们一起解决。我们永远都是亲人。薛姐姐，你现在是不是在担心，你没有杀了我，吴三桂会对你弟弟不利啊？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想办法把你弟弟给救出来。倾城，相信我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的弟弟就是我的弟弟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。谢谢你们。